係，各位朋友，咁我而家就喺劍橋嗰度啦，咁就都睇翻香港嗰個樓市指數啦，又發覺原來已經穿咗160啦，所以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即係香港樓市而家個狀況啦，有啲咩最新嘅發展啦，同埋預計未來會係點樣啊？咁就中原指數就啱啱公布咗啦嚇，就係7月3號公布嘅。咁就係160.77啊，咁啊呢個反映咗咧2026年嘅6月22到6月28，即係6月最後一個禮拜，即係基本上一個上半年嘅總結啦。咁有咩咁特別啊？160.77就係即係第一次又升穿翻160啊。咁就較上個禮拜升咗0.52啦，較上月升咗1.79，即係1.8到。咁大家睇下啦，即係而家個樓市嘅升市係穩定咗，即係穩定咁升，咁啊都連升咗差唔多1年零3個月到啊，15個月到。咁以每個月1.7幾、1.8咁樣上升啦嚇，咁都好多㗎啦，1.7、1.8，如果乘翻12咧，都即係當然如果你每1.7咁就已經係差唔多接近17% 以上啦，即係乘翻17%啦，12就差唔多接近20% 啦。咁就呢排即係升市加速咗咁樣啊，有啲加速咗少少啦。咁我睇翻有幾樣嘢要留意，第一就係從低位嚇，舊年3月嘅134，大家可以計計134到而家160，咁啊差唔多20% 啦，即係15個月之內升咗20%，即係樓市反彈咗20%。咁20% 基本上就唔係話一個即係反彈再向下跌，而且有一個即係成交嘅支持啊，所以個趨勢都仲係暫時講仲係會繼續嘅。咁今個月有啲咩特別咧？除咗個樓價指數升穿160之外咧，就係個成交成交出現咗一啲比較特別嘅變化，咁大家分析一下啦。咁首先睇一睇嗰個一手市場嗰個成交啊，其實一手市場係少咗嘅。即係一手市場係少咗啲啊，因為以前個兩個月咧都有大概係2000幾個啦嚇，咁就今次就落翻2000樓啊，即係連續有2個月咁就即係跌翻少少。咁但係咧比較特別啲嘅咧就係個二手啊，即係今個月咧比較特別啲係二手市場大幅上升，鋪位大幅上升，其他嗰啲咧都大幅上升嘅。咁如果係二手嗰個大幅上升咧，會反映咗咩？其實二手大幅上升基本上反映咗咧嗰個換樓潮開始啊！因為如果你話純粹係一個樓市反彈買一手樓，咁基本上如果一手樓上升，二手樓唔喐嘅話咧，咁即係咩啫？即係基本上都係買新樓嗰啲就內地人啦，可能30%啦，一就啱啱譬如想結婚啊，或者以前冇樓嗰啲嚇，咁咧仲未帶動嗰個換樓潮嘅嚇，咁如果你想好明顯換樓潮，一定要睇到二手市場嗰成交上升啊！咁而家睇翻咧，一手市場啱啱咧就係呢個月6月就係1980個，嗱上一次咧5月係2392，再上一次咧2577，4月5日特別多啲嘅，跟住之前就1400幾咁樣啦嚇，咁但係又唔係話跌得好多，咁但係二手市場咧係明顯升咗上嚟，而且係即係升勢持續嘅，因為今次係4723，即係二手市場嗰個成交，一手市場1000零個啦，咁二手市場一定多啲啦，4723個6月份。咁5月份幾多咧？5月份係4200幾個，4209，再上一次咧4252，再上一次咧4380，再上一次3686，即係再上次個3月都係4200到，然後再上一次係3000幾個水平，即係二手成交今個月有一個我哋叫一個 big jump 咧，突然間就跳咗上嚟。又跳咗上嚟啦，咁另外就第二手市場不嬲趨勢都係跳下升下打橫行再升下，咁而家今次係跳咗上嚟4700個。咁留意有一樣嘢我想提一提，就係嗰個工商鋪啊，工商鋪之前都係一個月係300-400個啦，上次係450啦5月，跟住442之前再413，但係今次係525，即係去到500幾個水平㗎啦，500幾個水平。咁如果你再之前咧300零個啫嚇。咁另外比較特別比較多就係嗰個其他，即係車位純車位同其他你當係車位啦。
咁純車位同其他係去到721個嘅，721個。咁之前係幾多？之前係400幾啫，即係400幾、300幾嘅水平。即係之前一路都維持咗400幾、300幾，今次係去到700幾嘅水平。所以今個月即係6月咧，6月比較特色咧就係二手市場大幅跳躍上升，反映咗個換樓潮啦。咁就另外就係鋪位都大幅上升，即係個成交啊，即係反映咗個鋪其實有啲見底啦，係有啲見底。咁其他譬如車位都大幅上升嘅啊。咁所以整體嚟講咧，而家去到半年咧，一手樓個成交大概去咗12,491個，12,491個。舊年係20,200幾個啦，即係今年半年嘅結咧就係我哋賣咗12,000個新單位，賣咗12,000個新單位。如果呢個成交持續嘅話咧，我哋應該今年可能賣到25,000啦。咁就算少翻啲咧，今年都應該係會升穿20,000，即係同舊年差唔多，每年有20,000個成交嚇。咁但係個二手市場就好明顯就高咗啦，半年結咧就係25,000個，即係一年結可能去到成5萬個啊。咁所以總體嚟講咧，就係即係點解6月其實唔係話特別好月嚟喎？你睇翻個股市係跌緊嘅喎，股市係跌緊，美國咧就醖釀加息潮啦。咁而且咧，即係中東嗰度都係打仗都係仲傾緊啦，同埋嗰個油價都仲係油價跌咗落嚟少少，但係都係比較高少少。所以整體環境6月份又唔係特別好啊，遊客又唔係話特別多啊，即係唔係一個好月份。咁但係個二手成交突然間高咗，咁所以即係大家留意下咧，就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今年咧，其實係會做一個人口普查嘅。即係一中期人口普查啦，咁呢個中期人口普查出嚟嘅結果其實可能可能出年先發布啦，但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每年都人口普查嘅，即係你人口結構咧，我哋都係靠估嘅。中間我哋每10年有個人口普查，5年咧有個中期普查，咁呢啲結果比較可靠啲嘅。咁但係如果中間嗰啲都係靠即係拉條直線啊，估下咁樣，咁但係因為過咗5年咧比較特別嘅5年嚟嘅，2021年咧到2025年啊。咁前嗰一半咧就係 Covid 啦，咁亦都有啲移民潮啊，咁所以人口結構個變化喺今次嗰個普查應該係比較大啲嘅。仲有咧輸入人才咧嚇，咁呢啲幾多咧？其實我哋都係估下啫。咁所以今次會比較實際啲啊。咁過去幾年其實我哋有幾樣嘢就係人口唔係特別增長得多啊，咁但係個 number of household 啊嗰個住戶人數都仲係上升緊嘅，即使係 Covid 嗰幾年都係上升緊。咁而家啲穩定落嚟啦嚇，咁每戶嘅平均人數係即係穩定翻，咁但係之前都有減少嘅，即係或者啲人口唔增加咧，我哋由於多咗啲譬如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個人嘅學生咧又好啦，即係一啲優才專才，即係又好，即係啲 household 會多咗。咁咩意思咧？即係話你個 household 多咗，即係你需要住嘅單位其實多咗嘅，即係有陣時你嗰個即係對樓嘅需求增加，唔一定人口增加嘅。你只要分家或者每家細啲，都係對個 number of apartment 係嗰個需求係多咗。咁所以今次大家想睇睇之後嘅樓市咧，記住留意下。譬如今年做完之後，出年公佈嗰個人口普查結果，睇下住戶嗰個特質啦嚇。咁就另外個息口啦，息口而家都係大家估有可能會加啦。咁但係我就覺得未必會機會大啲。點解咧？就如果再開會到，譬如去到9月啊咁啲情況咧，通脹應該會落翻少少，因為咧個油價跌翻少少，咁到時你見到通脹回落，就未必會有咁多人會贊成一個加息嘅情況咧。加息對而家咁高嘅股市同埋對而家即係個對嗰個美國經濟嘅嗰個即係打擊咧，會比較大少少嚇。你可能令到嗰個失業率會上升翻啊，令到嗰個經濟增長會減慢。咁所以加息唔係話隨便去想加，而且加息係控制唔到油價帶嚟嘅通脹上升嘅。咁之前我都講過噶啦。咁所以大家睇睇香港嘅樓市咧，暫時嚟講都仲係比較健康啲嘅嚇。股市咧係有啲回調，但係又冇乜特別嘅結構性問題，都可能係一個短期嘅回調啊。咁就最緊要就睇下，如果樓價上升，二手成交同埋工商鋪都上升嘅話咧，咁起碼嗰個升勢都會持續未來3幾個月嚇，直至到你見到一啲即係一啲反覆嘅一啲波動出現啦嚇。咁所以今次就想同大家分享咁多先啦。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意見都可以留言嘅。